自往2026年6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息的掌权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记上卷》第1章第10到5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记上卷》第1章。大卫王年老岁数济，甲皮嘛甲袂烧。伊的人神对伊讲：“请阮的主，阮的王，准阮找一个少年的在室女来奉替照顾你，困伫你的身躯边，互阮的主，阮的王得到温暖。”因就伫以色列全国找水的查某囡仔，找到思念一个女子，叫做亚比莎，带来王遐。这个查某囡仔真水，伊奉替侍候王，毋过王无甲伊同房。迄时，大卫甲哈吉生的囝阿多尼雅想要做大讲，我要做王。伊为家己准备战车甲马兵，阁有50个兵伫伊头前开路。伊的老爸毋捌甲伊责备讲：“你是安怎安尼做？”伊伫押沙龙尾后出世，生做不知英俊。阿多尼雅甲西罗亚的囝约押，阁甲祭司阿比亚他参详，因就支持伊。毋过祭司撒督甲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、先知拿单甲示每利益甲大卫的勇士，拢无拥护阿多尼雅。有一日，阿多尼雅伫阮罗杰附近的所希勒石盘遐，杀牛、羊甲肥的精生献祭，嘛请伊的众兄弟，就是王的囝，以及犹大所有王的人神。毋过，伊无请先知拿单、比拿雅甲勇士，以及伊的小弟所罗门。拿单甲所罗门的老母拔示巴讲：“哈吉的囝阿多尼雅做王啦！你敢无听着？咱的主大卫嘛毋知。等你来，我替你拍算，通保全你甲你的囝所罗门的性命。”你入去见大卫王，对伊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！你敢毋是捌对你的女婢咒詛讲：我的囝所罗门要续接你做王，要坐你的位，是安怎？阿多尼雅得做王？你伫遐甲王讲话的时，我会缀你的后面入去，来证实你的话。”拔示巴入去房间见王，王真老，思念的女子亚比莎咧甲伊侍候。拔示巴鞠躬拜王，王讲：“你爱甚物？”伊甲王讲：“我的主啊，你捌记上主你的上帝对你的女婢咒詛讲：你的囝所罗门要续接我做王，伊要坐我的位。当阿多尼雅已经自称做王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你犹毋知。伊有杀真侪只牛、羊甲肥的精生献祭，阁请王的正囝祭司阿比亚他甲元帅约押，毋过伊无请你的囝所罗门。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！以色列人民的目睭拢咧看你。伫听候你甲因宣布，什么人要续接我的主，我的王坐王位？若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转去你的列祖遐了后，我甲我的囝所罗门一定会互人看做叛徒。拔示巴还伫甲王讲话的时，先知拿单入来。有人甲王报告，先知拿单伫遮。
拿单到王的面前，趴伫涂骹拜王。拿单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你敢捌讲阿多尼雅要选择我做王，要坐我的位？伊今仔日落去，杀真侪牛羊，甲肥的精生献祭，搁请王的正囝，甲遮的军长以及祭司阿比亚他，因甲阿多尼雅做伙啉食，讲阿多尼雅王万岁。毋过伊无请我，嘛无请祭司撒督，甲耶和华大的囝比拿雅，以及王的仆人所罗门。这检是我的主，我的王的意思。王你还毋捌对你的众人臣宣布，啥物人要选择我的主，我的王坐你的位？大鼻王应讲：甲我叫拔示巴来。拔示巴就入来，伫王的面前徛底。王就蛇讲：我去救我的性命，脱离一切患难，因我的上主讲：我既然有记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你咒诅，你的囝所罗门要选择我做王，坐我的位，我今仔日一定要照安尼做。拔示巴就鞠躬趴落去拜王，讲：愿我的主大鼻王万万岁！大鼻王阁讲：调祭司撒督、先知拿单，甲耶和华大的囝比拿雅来，因就拢来王的面前。王甲因讲：着带宫廷的官长甲恁去，互我的囝所罗门骑我的骡落去基训。伫遐，祭司撒督甲先知拿单着用油抹伊做以色列王，恁嘛着分扫角宣布：所罗门王万岁！然后恁缀伊上来，互伊来坐我的位，选择我做王。我选入伊统治以色列甲犹大。耶和华大的囝比拿雅应王讲：阿免！愿上主，我的主，我的王的上帝嘛安尼宣布。上主安怎甲我的主，我的王同在？愿伊嘛安尼甲所罗门同在，搁互伊的王权比我的主大鼻王的王权搁较伟大。这是撒督、先知拿单、耶和华大的囝比拿雅、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就拢落去，互所罗门骑大鼻王的骡送伊到基训。这时撒督就对会幕摕底油的角，用油抹所罗门，因就分扫角，人民拢喊讲：所罗门王万岁！人民缀伊上来，搁分品仔，非常欢喜，欢呼的声大甲地强要裂开。阿多尼雅以及甲伊做伙的人客，拄仔食稻屑，听见欢呼的声，又听到扫角的声，就问：城内是安怎有哗哗吼的声？伊还在讲的时，这是阿比亚他的囝约拿单来。阿多尼雅甲伊讲：入来，你是忠实的人，一定是要报好消息。约拿单应阿多尼雅讲：咱的主大鼻王已经设立所罗门做王。王派祭司撒督、先知拿单、耶和华大的囝比拿雅、基提人甲比利提人甲所罗门做伙去，因互所罗门骑王的骡。这时撒督甲先知拿单已经伫基训，甲伊抹油，互伊做王。因拢对遐护送伊入城，规城大声欢呼。这就是恁所听到的声。搁所罗门嘛已经坐王位，王的人臣拢来甲咱的主大鼻王祝福，讲：
愿你的上帝，互所罗门的名比你的名搁较尊贵，互伊的王权比你的王权搁较伟大，王伫床呢趴落去敬拜。祈祷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有赏赐一个人，今仔日坐我的位，互我亲目看到。所有甲阿多尼亚做伙的人客，拢惊甲皮皮喘，随人逃走。阿多尼亚因为非常惊所罗门，就去牵祭坛的角。有人甲所罗门讲，阿多尼亚惊所罗门王去牵伫祭坛的角讲，求所罗门王今仔日对我咒詛，一定无要用刀杀死伊的仆人。所罗门讲，伊若对我尽忠，连一支头毛嘛袂落伫涂骹，伊若作恶，一定着死。所罗门王就找人对祭坛甲伊带落来，阿多尼亚就来伫所罗门王面前跪拜。所罗门甲伊讲：“你倒去恁兜。”信息的掌权者，代笔晚年的时，伊的囝阿多尼亚因着权力的欲望，企图篡夺王位。总是上帝的旨意，袂互人的野心撼动。伊坚定家己的应允，竞选所罗门继承王位。就算拔示巴捌卷入代笔的过犯，伊的囝所罗门犹原望竞选。这显明上帝信息甲主权，伊才是历史真正的掌权者。上帝的掌权超越人的谋算，伊的话语亲像震动群山的雷声，却也会当成做身躯边的轻声安慰，就亲像一位父亲关心受苦的叛逆囝儿，就算囝儿感受袂到父亲的关爱，父亲犹原默默守候，为囡仔流目屎。当咱身陷困境，检菜掠做上帝离咱真远，但是实际上，伊一直甲咱同在，怜悯咱的处境，搁透过伊的旨意成就上水的计划。先知拿单听见阿多尼亚自立做王的消息，伊明白上帝心意是爱竞选所罗门继承代笔的王位，所以伫局势危急的时，拿单无试过挖大饼，反倒是选择下伫上帝心意的道路，主动向拔示巴献策。这位捌验的这笔代笔，假如伊因为拔示巴所犯的罪行，互代笔悔改归向上帝先知，他搁再为代笔甲国家的安稳挺身而出。拿单提醒代笔免伊受蒙蔽，避免国家伫代笔死后陷入内斗甲分裂。当天灾人祸临到，人的心常常受恐惧笼罩，甚至怀疑上帝是毋是犹原掌权。总是无论是风暴、地动、津波，也是人心的动荡，上帝的权能拢悬过一切。上帝既然会当震动天地，也会当互风平浪静，互敬畏伊的人踮困境中得到安稳。当上帝彰显伊荣耀的时阵，往往超越咱的想象，互人心生敬畏。假使咱真心敬畏上帝，就会当伫伊的同在中得到安慰甲平安。安尼的平安，并毋是来自外在环境的改变，是源自对上帝主权的完全信靠。阿多尼亚自立做王，家己掠做会当
掌控局势，却忽视上帝的计划早就已经确定。人的心虽然开闸，权力斗争虽然激烈，但是上帝的旨意的确会成就。所罗门登基做王，毋是简单靠人的谋略，而是因着上帝的信息甲竞选。面对人生挑战甲无确定的时，咱无应该倚靠家己的聪明，而是爱仰望掌管万有的上主。无论遭遇甚物困境，无论世界安怎动荡，上帝应允绝对袂落空。当大水泛滥，当人生的风暴席卷来的时，互咱坚信，上帝永远做王统治，伊的权能、信息甲慈爱，的确会互咱伫伊的同在中得到真正的平安。默想，看见人的心开闸，争权夺利，我是毋是犹原相信？上帝应允永袂落空，是毋是相信大水泛滥的时，伊犹原坐底做王，使真平安？看见人的心开闸，争权夺利，我是毋是犹原相信上帝应允永袂落空？是毋是相信大水泛滥的时，伊犹原坐底做王，使真平安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当人的心争权夺利，世界动荡不安的时，求你互我记得你犹原掌权；大水泛滥的时，你犹原坐地做王。愿我独独信靠你，伫困境中得到你所赐的平安甲安慰，忠心遵行你的旨意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平安，阿们。